伫咧桃园有一间国小，就这个学生囡仔念唔到客语发音，去互伊的老师要求罚写拼音20届。桃园市教育局证实讲，有3位学生写这罚写到半暝啊。另外，伫台中也有一间国小呢，就家长指控讲有3个1年学生因为数学课这问题袂晓，双手去互老师用锁啊绑起来。目前这件代志爆出来了后，老师请假无来，警方表示讲，牵涉案件的老师已经依照强制罪改函送啊。几若条简单的动棍锁，会当抗山壁、爬山、搭天道，用途看阁真好用。不过，敢若有台东的老师摕来处罚学生。那家长得知之后，就是说，老师把3个孩子的手用通知信绳绑起来。议员则对家长通报，讲读1年的囡仔袂晓回答问题，互所有老师用动棍锁绑双手，至少有3个。台东县警局10日回应，涉案老师已经依照强制罪函送。教育处讲有持续咧关心辅导，嘛保卫讲老师用的是教学锁，唔是动棍锁。可能没有听老师的话嘛，所以老师就是用这个教具绳把他们的手绑起来。事件发生了之后呢，老师都是请假当中的。有人袂晓回答，互处罚。桃园观音一间国小老师嘛用控诉，学生选修客语课发音唔对，老师怀疑规句和发音全部罚写20遍，囡仔转厝。功课写煞，搁要罚写，囡仔写到半暝写袂完，写到密码号。不管基于任何理由，那让孩子抄写都是不恰当的教学行为。责请学校辅导改善教职人员不适当的教学方式，并进行检讨。桃园教育局讲，3个学生袂晓念客语，互要求抄写，正做成绩评量依据。校方讲已经换老师上课，不过连续发生2个案件，人本基金会忧心，最后敢会搁大事化小事。在我们现行体制当中，很容易被当成不当管教。那不当管教对于老师的处理跟处分其实非常的有限，甚至是用辅导期或口头劝诫。日本基金会讲，部分老师想讲用传统的处分方式，学生就会来改变。尤其是台东这个案件，明显违反离校管法，建议爱来改变。也若是零体罚时代，教育也是管教，其实老师拢爱搁较细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